敢要搁继续安尼？日子嘛戆戆啊过，裤壳嘛欠天欠地。今嘛已经50几岁，薪水嘛赚无偌济，上惊是中年失业。工课嘛忙做忙做，敢要搁继续安尼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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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较早我嘛真晓读册，我嘛有去读大学，工课嘛无较好找，发展嘛无啥牵连。今嘛已经50几岁，要搁少想要做头家。人若样样饭食会落，困予爸爸较实际。敢要搁继续安尼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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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生短短说一个就过，雄雄就变一个阿伯。时间搁剩嘛无偌济，日子就来稳稳啊过，日子搁来戆戆啊过，工课搁来忙做忙做，啊结果空空莫想遐多。连年就要60几岁，敢要搁继续安尼？